咪人又重咗，飲咗杯水啫喎。咪咪人要食少少乾炒牛河。咪咪人又有少少肚餓，薯仔都係蔬菜嚟嘅啫，食少少冇問題嘅。哎呀，咪咪人又中眼瞓添。咪咪人成日口痕，食完飯又中眼瞓，連飲啖水都肥，點解㗎？咪咪人，你唔好咁自責啦。其實呢個情況個個都可能會發生㗎，係因為你身體入邊嘅血糖坐緊過山車。吓？咪咪人好驚過山車㗎，點先可以唔使坐過山車啊？所以你就需要 Balance and Burn 一個非入侵性嘅控糖產品。呢個產品透過 ABC 控糖燃脂三部曲，即係 AKK 菌調整腸道微生態，刺激身體自行製造 GLP-1，控制食慾。Burn 透過黑薑、綠茶等嘅萃取成分，幫助身體燃燒脂肪轉化為能量。Control 透過小白鹼等有效成分，幫助控制糖分代謝。ABC 三管齊下，幫你輕鬆改善血糖過山車嘅情況，達至全方位嘅體重管理。咪咪人準備好解鎖你嘅代謝潛能未呢？咪咪人已經準備好啦，邊度有得賣啊？喺美國熱賣嘅 Balance and Burn 已經嚟到 Young Living 嘅香港同澳門啦，我哋仲係亞太區唯一有得賣嘅城市添。哇！咁咪咪人要即刻入貨啦！